国际新闻，咱来关心以巴冲突以色列全面封锁加沙地区，加沙的人民当地等待对埃及关口送入来的人道救援物资。不过即马以色列伫19佮发动空袭，南部有一栋老瓦厝轰炸，佮造成12个人死亡，80多人受伤。即马有风声以色列嘛要出动地面部队进攻，不过时间点也无对外公布。 加沙走廊南部甘尤尼斯市纳瑟边外口，突然间传出爆炸声音，外国救护车驶到位，一个受伤的查某囡仔行到皮皮喘，一台小卡车驶到边外口，破载囡仔已经唔知影人，有一户家庭总共6个囡仔死亡。 حقيرة إرهابية إسرائيلية وليس دولة إسلامية، دولة إرهابية。以色列的轰炸是为了要保护哈马斯，要甲2礼拜前伫以色列南部发动的毁灭性的攻击。甘尤尼斯市是巴勒斯坦人伫要求避难的地区，真侪囡仔不幸死亡。 有几落10位受伤的人送到病院，不过病院的医疗资源无够，也无电，医生用手机的手电照，甲病人动手术。We received 12 dead body. They were killed after airstrike. Between the wounded patient, we left 2 of them to face death because we don't have ventilator for them. 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则告自加沙甲黎巴嫩向以色列社会人弹，以色列占领的西花也出现紧张的局势。以色列国防部长对步兵讲话。埃及甲以色列即马抑阁伫咧就边的资源送入加沙的问题伫咧谈判。以色列讲哈马斯不对联合国的设施内面偷摕燃油，将保证袂阁再发生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。